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从今天开始来进入历代志下40天的共读。今天要请静怡师母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一天平安，带领我们一天平安的经过。我们又再一次进到共读的时间，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能够来领受明白你的话语。主啊，虽然我们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一颗单单爱你的心，如同大卫与所罗门一心为你建造圣殿的心志。我们也求一生一世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寻求你的旨意。这就是我们一生的祷告。接下来我们有40天共读历代志下卷的时间，我们全部都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你兼顾我们渴慕你话语的心智。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那我们历代志下是讲到历代志上的后半段，那讲到是南国犹大国的列王历史，总共加所罗门是20个王，然后一个王后亚他利亚。那这个历代志下是从所罗门王登基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王西底家被掳，然后但是在历代志下的结束呢，36章是波斯王古列下诏，天下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是讲到了最后一个王，然后中间的被掳70年，好，然后以被掳归回来做历代志下的结束，然后就接到以斯拉第1章的部分。那历代志下的目的呢，就是要历代志上下的目的，就是要让被掳归回的犹大百姓能够认识上帝的作为，并且能够更加的顺服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就没有再有北国南国这些拜偶像的罪。那一直到今天，他们没有再重蹈覆辙。那历代志下呢，我们会看到有5次的大复兴。好，那特别就是有8个好王当中有5次的复兴，那分别是亚撒王、约沙法王、约阿斯王、西西家王和约西亚王哦。那每次的大复兴呢，都跟他的妈妈，还有跟这个当时的大祭司或是祭司有相当的关系。然后又有记载4次的大拯救，就是脱离耶罗波安的手，救亚比亚王脱离耶罗波安，救亚撒王脱离古实王，救约沙法王脱离摩押亚门，还有米乌尼的联军，救西西家王脱离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手。好，所以这4次的拯救呢，是历代志我们读的时候印象很深刻。那也有在列王记上下都可以看到做很多的对照。所以历代志下我们如果把它按分段来看，前面1到5章讲到所罗门建造圣殿，6到9章是所罗门他真心真意的敬拜真神。所以前面1到9章讲到献殿，讲到一位君王，地点是在南北2国联合统一王国时期是以色列，就是所罗门作王这40年当中。而第10章到最后36章，分别是罗波安敬拜假神，然后让南国开始陷入了网罗当中。然后13到28章，南国当中的特别有3个好王，亚撒、约沙，对不起，这些的好王有6位：亚撒、约沙法、约阿施、亚玛谢、乌西亚、约坦。然后29到32章用很大的篇幅介绍这个很重要的一位好王西西家，然后最后一位的好王是约西亚，33到36，然后最后南国的被掳。然后又讲到被掳归回，所以总共是19位君王，一位篡位的女王亚他利亚，所以历代之下有20位君王。好，但是地点是就在南国犹大，好，这个期间大约有400年左右。好，那所以把这些的历代志1到36章，好，我们来做一个分段。1到9章就是所罗门的事迹，所罗门是从亚当算下来第35代。那亚撒的信仰革新是10到16章，这10到16章不是全部讲亚撒，但是看到亚撒就是一个焦点，他是亚当算下来第38代。约沙法的改革17到21章当中的亮点是在亚当的39代。那约阿施的改革是21到26章的，约阿施是第42代，西西家是第47代。那在他当中一个很大的复兴。那约西亚呢是几乎差一点就可以翻转整个南国犹大的命运，但很可惜，约西亚后来
他的3个儿子，最后都没有接续他的老爸，3次机会都失败，很快速的南国犹大就灭亡哦。但是这也不是约西亚一个人责任，这是我们可以读历代志下就可以看到这累积下来的这个命定，上帝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他们没有听进去。那么所罗门要从1到9章，我们要认识所罗门这个人。所罗门他的名字意思就是和平平安，他是在主前970年到930年当中做王啊。那他是亚当算下来第35代。好，那所罗门的智慧，所罗门建造圣殿，所罗门留下来智慧书、箴言、雅歌、传道书、诗篇，等等，是我们非常熟悉家喻户晓。那所罗门的参考经文，除了前面大部分历代志上都要以大卫为中心，所罗门在历代志上一句话都没有讲。那他的角色呢，刻意被放在历代志下卷当中。那但是所罗门的主要经文是从列王记上1到11章，历代志下1到9章，可见列王记上的资料也蛮多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几件事情。他上面有9个哥哥，他排行第10。那他是先知拿单、拔示巴、基奇抓住大卫的允诺，所以所罗门被立为王。那大卫的第4个儿子要篡位亚多尼亚，还有约押，还有这个叛乱的大祭司亚比亚他，那这都在所罗门手中，把这几个叛乱分子都谋定，所以也让这个国家就免于这些后面的纷扰。那列王记上第3、4章就是今天历代志下的1章，所罗门祈求智慧来明辨治国，上帝就显现，对，让他国家富强四境，平安生灵远播。那所罗门用7年建造圣殿，再用13年为自己建造宫殿。那在历代志下的第5章，还有列王记上的第5章，讲到所罗门迎接约柜进入圣殿，并且他有一个做很重要奉献的祷告。那上帝第2次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呢，也把这个圣殿分别为圣，重申诫命，并且诫命当中的祝福和咒诅。那还有就是所罗门也善于分派工作，像他父亲大卫一样，并且不论是圣殿当中的敬拜、国政、国防、经济、知识，都显出上帝的同在，大显神威啊。所罗门在列王记上有提到，在历代志就不提。宠爱外邦女子，铸下祸因，他不听上帝的诫命，为了爱，真的圣经说就是为了爱。爱什么呢？爱女人，爱信仰，爱什么？爱外表。就是为了这个爱，紧紧跟随这些的外邦女子，行神看为恶的事这是非常可惜。但历代志就忽略这个部分。而所罗门最后也随从西顿人的女神雅斯他路，还有亚门人的米勒公去膜拜他们，所以令人非常的失望。还有上帝也因为所罗门心偏离发怒，预言要将这个国家撕裂，但为了大卫缘故，还是保留一个支派，那就是犹大支派。因为在大卫之约当中，上帝就应许大卫的后代要继续在这王位上，一直到耶稣基督。那最后上帝也兴起以东、亚兰臣仆，就是连所罗门自己的臣仆耶罗波安都来做所罗门的敌人所以让所罗门的晚年是内外夹击。所以这个我们在读历代志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这些的记载，但是读列王记1到11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的陈述。所以先在这边让我们大家能够对所罗门比较平衡，而不会只读历代志下就看到所罗门全部都好的那一面。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是第1章，第1章讲到所罗门的智慧与财富。那我们分3段，第1段讲到所罗门的金钱，第2段讲到所罗门的智慧，第3段讲到所罗门的财富。好，那么就请静怡师母来带我们来读今天历代志下第1章的1到6节。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巩固了他对以色列国的统治，上主他的上帝赐福给他，使他非常强盛。所罗门王命令所有指挥1000人队伍和100人队伍的官长、政府首长、家族族长以及所有人民，都跟他到基遍的敬拜场所去，因为上主临在的圣幕在那地方。这圣幕是上主的仆人摩西在旷野造的。约柜在耶路撒冷，大卫王从基列耶琳把他请来的时候，为他搭了一个安放的帐幕。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所造的铜祭坛也在基遍，
在上主圣幕的面前，所罗门王和所有人民在那里敬拜上主。王在圣幕前敬拜上主，在铜祭坛上献了1000头牲畜做烧化祭。好，那在这个经文当中有讲，同样经文可以对照是列王记上的3章1到15节，但是列王记讲到很多政治上的斗争的事情，在历代志下是完全不提。好，那第1节就讲到谁巩固的以色列的统治呢？好，是讲到所罗门自己啊，所以这个主词是在所罗门身上，但后面形容是上帝他的巩固是上帝赐福给他，让他非常强盛。好，所以第1章第1节就讲到所罗门他的努力，好，他不是那个扶不起的阿斗，而是他也非常的尽力。甚至这边第2节就看到所罗门怎么样调度这些的千夫长、百夫长、政府的首长、家族的族长、12个支派、利未人、祭司，然后能够让他们到前。其实他的调度都是他的，在读历代志上就知道，都是他的父亲大卫都已经先帮他安排好，而且昨天读了28章，也都已经帮他交代好，还交代众人，还再重复一次。所以这个是如果所罗门再接不好，那也是真的是很糟糕。但所罗门其实他的智慧好，在第1章就要证明他到底扶得起还是扶不起呢？所以所罗门做了一件他父亲没有做的事情，就是他去了基遍敬拜场所，就是放摩西会幕的地方。那这是上主临在的圣幕那地方啊。好，那这个大卫因为这个瘟疫事件，好，他一直不敢去到基遍，他只有在耶路撒冷，在约柜的前面。但是所罗门做了一个突破他父亲，就是他去到基遍，虽然2边相距不远，但是他去到了会幕，然后去神的面前献祭。那这里也讲第4节讲到约柜是在耶路撒冷，会幕是在基遍。所以有的圣经和本翻成基遍的丘坛哦。好，这个现代中译本就把丘坛这个字拿掉了，要敬拜场所。因为这丘坛好，在读在列王记还有历代志的时候，可以看到丘坛都是这个拜什么亚斯他路啊，拜这些女神啊，拜巴利亚瑟拉的地方，就是这个山上或是树下的这些在祭拜其他神明的地方。好，所以现代中译本就把这个丘坛改成敬拜场所。好，但是所罗门在这边超越大卫，第一个就是他去了摩西在旷野所造的会幕。另外呢，约柜，这里第4节也再次讲到，约柜是从大卫从基列耶琳，就是从这个历代志上13章，我们就已经读过，他怎么样从基列耶琳，然后要送来的时候呢，发生的这个乌撒事件，又送到俄别以东家3个月。那第5节呢，讲到这个会幕是谁呢？会幕就是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这个人是在出埃及记第31章就是上主告诉摩西要建造会幕，后来摩西找到这个比撒列，就是有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主要都是比撒列这个人，他出自于他的手。而且圣经说，上帝让比撒列有聪明智慧，知道怎么样来搭建上帝告诉摩西所要的这个样式。那这里讲到的是比撒列做了很多东西当中，其中一样叫做铜祭坛啊。铜祭坛呢，就是不是那个洗濯盆，而是这个铜祭坛。铜祭坛就是燔祭坛啊。这燔祭坛在这个地方，它里面是要合欢木，金合欢木，然后包上铜，然后在上面要来献祭。所以在耶路撒冷有约柜，但是没有这个铜祭坛可以献祭，而在基遍有这个铜坛，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圣经里面有讲到铜祭坛，讲到它是包铜的，在基遍，所以所罗门就在那里献上了1000头的牲畜做烧化祭。好，所以光这一点就是在历代志告诉我们，好，他在这个地方已经超过他的父亲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读第7节到第13节，讲到所罗门的智慧。当天晚上，上帝向所罗门显现，问他：你要我赐给你什么？所罗门回答：你一向以大慈爱待我父亲大卫，现在又使我继承他做王。主上帝啊，求你实现你对我父亲的诺言。
你立我做王，统治一个如同地上的尘土那么多的人民。求你赐给我聪明智慧，好让我能治理他们。要不然，我怎么能统治你这么众多的人民呢？上帝回答所罗门：这是你的心愿，你没有求富贵、财宝、名声，也没有求消灭敌人，或为自己求长寿，却只祈求聪明智慧，使你能统治我的子民，就是我立你做王统治的人民。因此，我要赐给你聪明智慧。除此以外，我也要赐给你财宝、富贵、名声，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君王，以后也没有一个王比得上你。于是所罗门离开畸变的敬拜场所，从上主圣幕前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治理以色列。好，谢谢。那在这段经文就是昨天我们主日礼拜当中所分享的信息。好，那可以把它看到，就是上帝给所罗门一张空白支票，所罗门填了2件事情。但是同样的经文呢，如果我们读的是列王记上的话呢，所罗门只有求1件事情，但他在求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也有告诉上帝说，上帝有对他的父亲大卫施慈爱，那因为是忠心、诚心、纯正的心，所以上帝不断给大卫浩大不变的爱，赐给他一个儿子，今天坐在他的王位上。所以在读列王记上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所罗门最后只有求智慧，要来治理国家的智慧。但是如果我们读历代志下的时候呢，会看到求2件事情。好，第一个就是他要求的，就是实现对父亲的诺言。那第2件要求的，就是赐他智慧、聪明和智慧。好，所以在我们昨天信息当中，好，就是先求他的国，第2个就是再求他的义。那他的国就是愿你的国降临，他的义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所罗门求这2件事情，在新约的主耶稣登山宝训，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到耶稣的主祷文当中，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这样的进阶版，也让我们知道，就是都是跟上帝的关系，就是上帝的主权在我们当中，再就是让我们能够行出合乎上帝的旨意，就是能够行出神所要行的。那这就是所罗门他所求的智慧啊。那我今天讲还没有好，所以上帝回答所罗门，就是他没有求富贵财宝名声，好，那这个是正面的，也没有求消灭敌人或为自己长寿。好，这里讲到5件事情，所以却只求聪明智慧来治理上帝的子民和百姓。就是因为他要做王统治人民的原因。那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做王统治人民治理，它本身就有牧养的意思，在历代志上的11章，还有装备的意思，还有差遣的意思，所以又像是牧羊人，又像是教师，又像是元帅，军队的长官，所以要牧养装备差遣。所以上帝说他要赐给他的，就是还要多给他，除了智慧聪明，还要多给他智慧、财宝、富贵和名声。但是消灭敌人这件事情上帝没有说，还有长寿这件事情上帝也没有说。所以后来所罗门有没有敌人？刚才我们看过了，他的年老的时候，出生的时候完全没有敌人，真的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但是他敌人是自己找来的，到他年老的时候呢，这些敌人都是上帝加给所罗门的。还有长寿，所罗门到底活多久？他20岁当王，40岁做王40年，活到60岁，勉勉强强60岁，所以并不算长寿。至少他的父亲大卫还有活到近70岁。所以在这边都可以看到圣经的伏笔。但是呢，所罗门的财宝、富贵、名声呢，已经是超过以前任一个王。意思就是说，这里要告诉我们说，就是所罗门已经超越大卫。前面那一段就已经讲到，所罗门做了大卫不敢做的事情，去到了畸变。现在又所罗门求了大卫没有求的事情，就是来治理上帝的子民，得到聪明智慧。好，接下来最后一段讲到所罗门他超越大卫在其他地方。好，我们来看14节到17节。
所罗门建立了一支有1400辆马车和12000匹战马的骑兵队，他把一部分安置在耶路撒冷，其余的分驻在其他城市。在他统治期间，耶路撒冷的金银跟石头一样多，香柏木也多得像普通的桑树。王的商人控制着从穆兹里和基利家输入的马匹，以及从埃及进口的马车。他们把马匹和马车转卖给赫和叙利亚诸王，马车一辆600块银子，马一匹150块银子。谢谢。那在13节和14节的中间呢，好，在少了列王记的一个记载。好，那列王记这个记载呢，好，就是在列王记上第3章，好，就是所罗门审断疑难案件，就是有2个妓女生的2个孩子，一个死的，一个活的，然后所罗门用智慧聪明，好，来判断出哪一个就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哦。那这是在历代志下没有讲到的。好，但是呢，这里讲到了所罗门的武力财力呢，在列王记的安排是放到第10章哦，是很后面。可是历代志把它拿到第1章，好，历代志下的第1章的证明说所罗门哪里超越大卫。那这里讲到所罗门他离开基遍，所以所罗门那个夜间的梦呢是在哪里？不是在耶路撒冷，是在基遍。好，列王记上第3章也讲到这个梦呢，好，就是在基遍发生的，所以好，当天晚上，好，就讲到当天晚上哦，好，所以是在基遍的地方，好，那个所罗门梦中显现，上帝在所罗门的梦中显现，好，是在基遍发生的。还有呢，他回到了耶路撒冷，这里之后，在这里呢，好，也是列王记有提，历代志没有提好。他从基遍回来之后呢，我们看列王记，他从基遍回来之后做了什么事情呢？好，他醒来之后，知道上帝在梦中向他说话。于是他回耶路撒冷，站在主的约柜前，所以他就从基遍的会幕，然后又回来到耶路撒冷的约柜前，又做什么？再献上一次烧化祭和平安祭，同时又设宴款待所有的臣仆。所以这是列王记有提到，所罗门也是非常的搞刚，好，尽心尽力，好，并且来分享上帝的信息和祝福。好，接下来讲到所罗门怎样超越呢？因为他父亲真的很难超越。好，他排了这个这个12个月，每个月都有24000人的军队啊。好，那他怎么样超越？好，这里提几件事情。他有一个1400辆马车和12000匹战马的骑兵队。马车在大卫时代是不是大卫的主要武器？好，因为我们前面有读到，可能是历代志上18章那边。大卫呢，他还去打败敌人，还砍掉敌人马腿的腿筋啊，就让这些马残废，好，表示大卫他不善用这些的马，好，但是敌人很会用，所以呢，敌人的马，大卫的做法就是砍掉他们的马腿哦，让他们仆人再来攻打，但是大卫也得到他的平安。但是所罗门就不一样，他逆向思考，好，他把这些敌人的武器呢变成是自己的，好，所以他也训练了马车。甚至呢，还有战马的骑兵队，有12000匹，12000名的骑兵啊，安置在耶路撒冷和其他的城市啊，好，所以透过马呢，让这个所罗门时代的国家的移动速度更加的快速，也更加的快速，好，还有就是在这个里也看见，好，这个是超越了所罗门，超越大卫。15节呢讲到，在所罗门统治的期间呢，耶路撒冷的金银跟石头一样多。好，那这句话就已经不得了。好，这个石头，好，我们知道石头到底有多少，但是在所罗门的时代，好，所以可能不是指初期，他整个40年统治的时期，后面就会不断的讲到。但是在列王记上这一句话。好，我们现在读的13节到17节是列王记上第10章一模一样的话，可是列王记上的这一段话呢，就是没有讲金子，说银子跟石头一样多，可是历代志下说的是金银都跟石头一样多，而这个高贵珍贵的香柏木呢，
像普通的桑树一样哦。好，和本有个翻译就是香柏木多如谢菲拉的桑树啊，谢菲拉还画一个现专有名词。好，但谢菲拉其实也是音译，就是平地。好，平地就是说香柏木是高山上面寒带的这个植物，然后数千年生长的历史。可是它多到像平地的桑树，桑树就是很会生，好，你不用施肥，它自己就长得很多。好，就是说所罗门那时候材料多到爆炸不行。那再来还有一件事情，16节，王的商人，他的父亲大卫呢，还没有像所罗门这么会做生意。可是所罗门在历代之下一出场呢，就是一个生意人啊。这些商人呢，不是以色列的商人，是王的商人。是谁训练出来？是所罗门教出来的。做什么事情呢？控制着从木兹黎和基利家输入的马匹。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帮我们省去很多麻烦，否则我们读和本会看到这里有2个又要再去解释的名词。好，那简单说，这个木兹黎，好，就是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方。那基利家呢，就是保罗大树这个基利家，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所罗门他在这地方，他去这里做生意，好，寻找买卖，好，因为他从事这个埃及，好，还有和这个小亚细亚中间的中间站。那他们即便搭船也没有办法有这个能力直接来，所以他们必须要停靠港口，好，然后要换货物，要换人，好，所以所罗门的生意呢，头脑呢，他就让南北埃及和小亚细亚之间串联起来，好，特别呢，好，他还去买了这些的马，好，所以他不仅是从敌人那边，他从敌人的敌人那边得到的马匹，好，然后又买卖，好，然后上面有写价钱，好，然后也从埃及进口马车，因为埃及本身没有产马，好，那他们把马匹马车呢又转卖给赫人和叙利亚诸王。赫人是谁呢？赫人就是迦南人，好，我们读创世纪，他就是迦南的第2个儿子就是赫，好，那就是含的孙子，好，所以赫人就是指迦南人。那叙利亚人就是在这边，叙利亚就是亚兰人，好，亚兰人。所以所罗门的商业生意头脑呢，好，他知道怎么样去找马，怎么样去找马车，然后把马卖给需要马的人，把马车卖给没有马车的人，好，然后他自己也留了一些巩固他的王位，好，那一辆车是600块银子，好，大概就是6.8公斤，好，7公斤的银子，一匹马是150块银子，好，大概就是1.7公斤的银子。对所罗门来讲，卖的不高，好，不贵。但是呢，可能对其他地方的单位来讲，可能就是所罗门发大财。所以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讲到3件所罗门超越大卫。第一件就是他去了大卫不敢去的地方，去了基遍敬拜上帝，结果他得到一张空白支票，求了2件事情。第二件就是所罗门的祷告超越大卫，他跟上帝求的不仅是继承坐在这个王位上，还要能够有聪明智慧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上帝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第3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国家的军事、外交还有贸易上面，所罗门都超越他的父亲，所以让这个国家在一个很棒的基础上面，马上又晋级又升级2.0哦。所以第1章就让我们看到所罗门的智慧是不断的被祝福加添，所以是一代比一代更加的蒙福啊。好，那也盼我们从今天的经节当中看到所罗门蒙福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个人，更是来自于他父亲的预备，也不仅仅来自于他父亲的预备，而是所罗门有个定义心意，就是要寻求神。所以看见所罗门的敬虔，看见所罗门的智慧，也看见所罗门的财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在历代志下历代志上的学习，也在历代志下继续看见上帝的应许并不改变，上帝的话语是真实，并且直到永远。你所应许的，你所赐的福不
不是人所能够给的，也让我们能够明白真正的财富、真正的智慧、真正的能力都是从你而来。让我们定义寻求你，而不要挫败其他的假神，也不要向魔鬼撒旦低头，而不要屈服于这世界。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所拣选并且忠心所重用的仆人。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大家，祝大家平安。谢谢牧师，晚安。